老师再去弄，可是再怎么弄还是那一条。我看不吃色吧，不吃，皮肤不吃那个颜色。你不要拍我好不好？我的那个眉毛很丑。我在想。啊，你不是眉毛就长那样，还很丑。200哦，瓜牛在120块。好大哦！啊，你卖20把，200块400哦，800哦。10把就200。天哪，它不是瓜牛壳呢，就瓜牛啊哈。有够牛嘞！一直上去。啊，昨天下雨啊。到底我们这边3只剩的。好嘛，不会啊，很好看。他会给你拍得很漂亮。你拿到公园那边，哦，你的阿妈那么丑。没有，不知道，你知道，像阿嬷就很漂亮的。你的这一甲崩，就你吃你的饭。你什么时候上去？礼拜1早上。跟爸爸？没有，我要回台北。不是，爸爸也是明天了。他也好像也是礼拜1。还是明天了。晚上还有节目了。对啊，晚上。二姐中午她等下11点就到瑞穗，还要去载她。那么晚回家呢？她昨天有上班，所以她今天早上才坐火车。还没有看过江家红呢，还没有碰到。没有。你每次回来有碰到，姐姐还没有。姐姐他们比较少回来。你很早回来。我看到。我弄在这边吗？那个腾讯也没了，腾讯。应该在这边吧。我看很爱吃菜，然后在剩排骨，真是。那个腾讯都会吃。你们这些有钱人是不是不屑吃肉？这边就一颗。哦，这个哦。椰子整一颗，那么大，一粒粒。干嘛一直照我？因为你很漂亮。你还要用美颜的哦。还要用美颜。你那个裙子啊，在阳光下我都看到你穿什么花色的内裤。它那个透，那个比较薄的，这个布是我们台湾没有那样的布啊，都是巴厘岛那里的，太薄了。因为你让出来还是这个手指。有个，结果你们了，结果那个小小的多2条了。跟手指有关系。我刚才说跟手指有关系。没有，就这个橡皮筋本来就在手指上面啊。所以手指要动啊。他说他前面这2只手歪着。动不是。对啊。大面就是那2个人，2米。没有，我们自己需要的，我们自己会。
去比分要买酒，没有2个人分啊？不可能2个人。他都没有跳到大会舞。不买呀。到哪了哈？插座啊。头姐这怎么拿？哦。不算，你要怎么拿？这个哪里？有。阿妈拜拜。阿妈这边。它太阳很大。10月1、2、3、4，然后双十节3天，中秋节连续4天嘛，但是9月26号要补。